星球大戰劇集安多最終季星期三朝早喺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上線。今季總共有12集，分4個章節，每節3集，一連4星期上線。劇集定於亞文戰役嘅4年前，並會橫跨4年，每個章節代表1年。今季延續上季，安多成為俠盜1號中嘅反抗軍領袖，反抗軍從分散嘅叛亂團體團結為聯盟嘅歷程。劇情銜接俠盜1號，而最後一集預計會開啟竊取死星藍圖嘅任務。已經上線嘅首3集獲網民大讚。爛番茄上根話劇集係星球大戰劇集中最好睇嘅一部，首季嘅新鮮度已經有96%，今季更加不跌反升，有98%。頭3集以一場尖鋭嘅智力對話開場探討為信仰慘起嚟塑造自我，隨後轉入一場出人意料嘅星際大戰動作場面。安多喺第一季納基納5號監獄起義之後翻費里克斯，試圖重建當地並拯救盟友。導演就指今次劇集以4部曲形式播放，希望令到故事好似電影咁宏大。